向佑聰明到知道自己背景強大，知道自己就算錯落去，向家都會有最強嘅保護網兜住佢。於是佢開始咗一場極致嘅墮落。早喺2012年，向佑北上東莞玩樂，揀中咗一間酒店，正係有江湖猛人睇場。偏偏向佑好衰唔衰，揀着呢個時候發酒癲，以為向華強3個字喺大陸係免死金牌，唔埋單俾錢仲打爛嘢打職員，最後都係要爸爸向華強親自出面，用盡江湖面子先保住向佑條命仔。大難不死之後，佢唔單止冇收斂，幾年之後，向佑喺香港搭的士，僅因為同的士司機有爭執，就喐手打人。話說向華強細仔向佑，舊年9月同女朋友喺朗豪坊附近搭的士，但係不滿的士司機唔識路，就對司機叉頸，又打佢塊面7至8下。最諷刺嘅係咩？佢竟然用翻同一招，打完人家還跟人家，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死？我係向華強個仔啊，即係全香港最大家族嘅龍頭大佬啊！你死緊啊！你屋企人啊！經過審判，向佑被裁定犯有襲擊造成身體傷害、刑事恐嚇以及普通襲擊3項罪名，被判入獄6個月。其實向佑過往都衰過2鑊暴力罪行，不過2次都係簽保守行為，唔使坐監同埋留案底，今次就冇咁好彩啦。